迎收看今天新闻报，我是主播黄文琪。新闻首先带您关注到立法院新会期在26日开议，邀请行政院长苏贞昌赴院会，针对 COVID-19 筛检、疫苗采购进度、100亿养猪基金进行专案报告。由民进党团推派9人，国民党团推派7人，民众党及时代力量各推派2人进行备询。带您看现场状况。目前政府采取多元的外购跟国内的研发双轨进行。目前确定已经可以获得的国外疫苗，包括由全球供应链平台 COVAX。大概有476万剂，大概在今年的第一季可以得到。而 AstraZeneca 疫苗，我们购得1000万剂，大概在今年第2季可以获得。另外 ，Moderna 疫苗，我们得到505万剂，大概在今年的第2季可以取得。另外，我们也在持续跟其他国内外的厂商洽购，这些疫苗在陆续供应我们取得后，相关的施打顺序原则也都有拟定，到货以后可以提供第一线医护人员、防疫人员优先施打，所以疫苗所需的冷链系统也已经完成规划，接种作业的部件都在积极准备中。政府同时全力协助加速国内疫苗研发上市，并且给予经费补助，在行政流程及紧急使用授权上也全力予以支持。疫苗是重要的防疫战略物资，政府会确保未来能够自给自足，不但要将疫苗的制造研发掌握在自己手上，未来甚至可以帮助有需要的国家。整个评量，台湾因为疫情稳定，确诊个案很少，对疫苗的需求性相对要求可以比较高。虽然接种的时程比较晚，但我们反而更有时间去了解、收集、掌握国外疫苗施打的状况以及因应的做法，确保要安全有效，维护国民的健康，一直是我们始终不变的最高目标。我已经核定养猪产业全面转型升级计划，4年将投入新台币近130亿元，这个经费的配比，我们特别列出一个附表，请各位委员指教。而我们决议要打造养猪国家队，将养猪产业、猪肉品质、食品的营养卫生同步全面升级。第一，要补助猪舍更新，增加污染防治措施，让养猪场更干净，养出更高品质的猪，产生更好的肉。2，要让国内的猪价维持在合理的区间。3，我们要实施猪只死亡强制保险，增加保费补助，提高猪农配合的意愿。所有的运送车辆要将 GPS， 防止避暑猪流入市面。设立冷冻的屠宰场，补助运输车辆温控设备，推动传统肉商温控设备的升级。5，增加3张1Q 的检验量能，鼓励业者使用国产猪肉，积极协助出口条件厂商出口条件跟程序，加强海外拓展，提供外销的奖励补助，
希望让台湾猪肉的出口提高20% 以上。蔡英文政府日前进行农历年后首波国安高层团队改组，其中针对邱太三接任陆委会主委，前立委林玉芳认为，两岸关系如今有如严冬，就算邱太三有意促成两岸融冰，但是两岸还是绕着9·2共识针锋相对，毫无妥协迹象，恐怕难以融冰，应该正视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国家政策基金会在25日举办中共对台湾之军事威胁座谈会，林玉芳在引言时表示，在中国领导人心中，两岸对峙仍是一场尚未结束的内战。在香港与澳门回归之后，台湾成为另一个必须收回的领土。中国不断编列巨额国防预算，除了追求军事现代化之外，更为攻打台湾做准备。他认为共机频繁逼近我方空域，的确大幅消耗我方空军预算，增加我方飞行员与地勤人员精神肉体上的负担，进一步削弱我方空军战力。林玉芳进一步说道，两岸关系如今有如严冬，就算新任陆委会主委邱太三有意促成两岸融冰，但这2天邱太三与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透过记者会进行间接的空中对话，双方还是绕着9·2共识打转，彼此针锋相对，毫无妥协的迹象，恐怕难以融冰。林玉芳呼吁大家应该要正视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中执会长蔡其昌日前表示，在今年重播辅助判决部分，将会现场与电视同步转播，而中执以往主要是由现场小组观看影片后提出判决，现在则是让观众也可以一起欣赏，甚至知道判决的内容为何。而中执未来也跟美日职棒接轨，将加强于服务球迷及观赛体验。要求电视辅助判决，不论是球队的总教练的电视要求，或者是主审的自主的那个，都会播出。那请问一下，那个裁判会现场跟大家说明？我们现在还没有，对，他会是这样的啊。大概我们目前的规划就是让他播出了哈，就裁判要出来，因为里面有3人的这个小组在里面看嘛，他看完之后告诉主审，是这个是维持原判或者要改判。那主审在做宣告之前，会先大荧幕会先秀出，那大荧幕秀出的同时，主审会跟2队的总教练就会直接告诉他们这个就进行交谈，然后裁判就做出判决，到底是改判或维持原判。大概目前的规划是这样。大荧幕上面要 replay 电视的讯号，那个是球团的，因为大荧幕的操控在球团的手上。那他们如果要去重播，那个联盟没有任何意见，他们讯号进来重播没有。但是联盟最终的是我们所能够收集到在那个小房间里面所能够收集到所有的讯号，我们会挑出裁判。因为裁判也不是神嘛，他也是从可收到的证据当中去证明他的判决。但我们希望他的心证过程是可以分享给球迷跟教练，就主要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他分享出来就是他看到，所以我们播出的画面就会播出为什么裁判会判定这是维持原判或者要改判，他最终依照哪一个画面做新证。那个新政，那一个画面的新政就分享给大家，那就大家就是知道说，这个裁判到底是为什么要这样判。原本要与富邦悍将球团签约的洋将纳菲猛，因为过往曾发生多起争议事件，遭到中职联盟以规章严格标准决定不录用。对此，富邦领队蔡成儒日前也做出相关回应，带您来看相关报道。他们基本上经过刚刚讨论之后，他们接受了这个联盟的这个建议啦，
那我想这一位洋将他是否这个涉及有这个司法的问题，我想我们都尊重他们每一个案件在司法判决上面所做的决定。那我所看完应该都是不起诉了哦。但是呢，站在联盟的角度哦，我想台湾经历过台湾的职业棒球经历过那么多的风风雨雨，那么多的起起落落。那我们对于这个选手聘任的要求，对于我这个会长来讲，我认为应该要采取比较严格的标准。所以根据94条我们偏外国选手这个94条的规定我们对于所谓行为不正，也就是说有争议的情况底下，那我们还是觉得为了维系联盟整体，我们这种我认为应该采取比较严格的一个标准，所以我们还是对确定不让他登录。是判定说你用94条，那他是觉得会长是觉得有一点的争议性，他就会倾向用比较高的标准，比较严格的标准，比较保守一点，所以就决定不能录用。那我们其实也在开会前很明确表达，就是说我们也没有说一定要录用他，而是说借由这个机会提出这个讨论。那我们也收集了所有发生的事件的这些经过跟结果，所有的事实给大家去参考。那大家在看这个事实以后，再去决定说要怎么做。对，所以也很感谢联盟今天给这个时间，让我们能够也是让其他球队还有联盟都可以看到完整的经过这样子。那我们也另外也表达就是说，我们是会尊重联盟跟各球队的决定，所以我们也是就确定就是不会录用纳菲蒙。对，那其实我们今天也会发一个声明稿去让大家都知道说这3件事情的这个算是来龙去脉跟最后的结果，然后让他知道说到底发生什么事。那其实他是没有前科的，然后也没有被起诉，3件事情都没有起诉，那都是而且结束以后都是继续在联盟打球，所以这个部分也会让大家知道这些经过。国际奥会副主席25日表示，鼓励参赛选手在东京奥运举行之前接种新冠肺炎疫苗。而体育署副署长林哲宏则回应表示，已经在今年1月11日获得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同意，将需出国参赛的体育选手列为第1类优先施打人员，但不会强迫接种。那有关这个奥培的这些选手，我们团体我们要施打新冠状疫苗这一部分我们已经在那个今年的1月11号已经获得这个我们这个指挥中心的同意。我们目前是在安排代表队的这个参赛期程来申请安排当中那我们也再次要感谢我们林主席的关心非常感谢，谢谢林主席大概目前的进度是这样子谢谢。而我国羽球一哥周天成结束隔离出关，25日受访时谈到选手是否优先施打新冠肺炎疫苗，他表示对这方面没有研究，不过主要还是看选手个人能否愿意在准备4年1次的大赛之前承担这个风险。71岁的横竖法师日前创办宗教自在禅宗，并升格为创教教主。在记者会上，他带着6大护法现身，宣布3000万的负债已全数还清，并与弟弟张飞、费玉清在过年期间和解。同时，两人将继续负担横竖法师1个月20万的生活费。他还爆料，费玉清身体非常健康，并后悔封麦退休。直播间的神豪，甚至于台湾的北中南各土豪，他们帮我度过了这个难关。所以今后还请各位媒体在下笔的时候不要再写了欠债的横竖法师。这里。
很慎重的宣布，我要请求在场的所有的媒体新闻界的朋友们，我已经是第3次的向你们宣布，庚子年去年的烂人烂事，老早在去年5月份已经全面的将为了信众所开支票担保的巨额的高利贷的债款，已经完全由直播间的神豪，甚至于台湾的北中南各土豪，他们帮我度过了这个难关。所以今后还请各位媒体在下笔的时候不要再写了欠债的横竖法师。好，请问一下法师，这个过年有没有跟弟弟们团聚啊？这个我们私下早就和解了。我在年28、9的时候就接到飞哥身边的慧姐打电话，她小以大义的跟我说：“飞哥啊，姐姐，飞哥邀请你回家过年。我呢有那么一点儿矜持，那我的2亿怎么办呢？那失忆跟回忆呢？加上我们飞哥盛情的邀请之下，我在年30，我终于回家了。团圆饭对不对？怎么吃法？讲一下。我是一个双鱼座的人，我比较浪漫一点啊，所以我进门，大家都很尴尬。我眼睛这么一斜，哎，要看到小哥了。小哥看了我，大家都有点意外，好像我们隔了数百年没有见面了。那个省长跟牙刷都见面了。这省长也见面了，这个中国最好的牙刷也当然见面了，我们抱在一起啊！我跟小哥说：“亲爱的小哥，请你原谅我庚子年去年遇到了烂人烂事，所以我还没讲完，不要讲了。姐姐，我们永远都是一家人。”我听得好高兴哦，赶快亲我的弟弟，都不用说了嘛，一个大拥抱，一个亲吻，一切尽在不言中。那小哥有后悔那个封麦吗？他后悔，他应该说早10年就应该退休了。他后悔是说太晚退休了。对啊，我也后悔，我太晚出家了。有人说：“师父啊，你38岁出家，你还嫌晚了。”我说：“我应该在33岁那年我就出家，我就犹豫了6年，我舍不得变成光头，我舍不得我的身材变成肥胖。结果穿了袈裟以后呢，果然。”东方的维纳斯变成了澳洲袋鼠，我很后悔，我很晚出家。小哥后悔，他应该早一点退休，早退休10年，他就有很多的时间和我的父母亲在一起。桌球好手福原爱、江宏杰结婚5年，育有1子1女。而近日，福原爱的反日宣言掀起了婚变的疑云。25日，江宏杰带着婚戒现身全明星运动会第2季的记者会，以行动破除婚变传言，也强调福原爱在3月就会回台湾团圆。也没有很困扰啦，就是我们知道的事情就好啦，对啊，就不会去想太多，对啊。那他3月就会回来了，对。全明星运动会更高、更快、更远。请问是江宏杰。蓝队沈佳宜跟国队加持数最帅最美的领队钱维娟的江宏杰。
啊，金姐，因为你知道第一季我对你的想法就是你是一个大前辈，所以我就把第一季的总冠军就让给你了。OK。废话的小钱，学坏了。我还没讲完，那这一季我就不会把你是前辈这个想法放在我心中。然后我们就走着瞧。很遗憾，老婆没办法帮我庆生。我觉得，应该是说，每个人就是我现在的责任就是把球带队带好嘛，对啊。那庆生这部分当然是有空的时候再一起做就好了，不会当下说很遗憾，对啊。谁？小爱要看节目组怎么去安排了，对啊。也没有很困扰啦，就是我们知道的事情就好啦，对啊，就不会去想太多，对啊。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们会一起讨论啊，因为小孩以后也要面临要读幼稚园的问题嘛，那我们可能就是在讨论说哪边的学习跟环境会比较适合他们，再做决定这样。其实现在他回日本是因为那个东京奥运嘛，那本来的规划就是去年的时候他就应该这个时候就在日本啦，对，所以就是一直没有想，对啊。没有，他3月就会回来了，对。现阶段还是以大家的工作为主啦，对啊，那各自方向真的是很努力的话，我觉得就是像我们当球员一样嘛，对啊，就是各自方向努力，那就变成我们的共同的一个目标了，对啊。小孩当然会想妈妈，对啊，就是每天都会视讯，然后很开心的。以上是今天的今天新闻报，我是主播黄文琪，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